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咧係冇司法管轄權嘅。基本法第20條咧就話，基本法未有授權嘅事咧，唔係唔可以做，但係要經過中央政府授權，即係話人大或者人大常委會授權先可以做。舉個例嚟講，一地兩檢啦，或者呢個授權咧可以喺基本法説寫清楚，或者咧係由人大作出決定啦，嚟到授權嘅。基本法第90條咧就係特區政府同外國就司法管轄權。締結呢個互助嘅安排咧，係要得到中央政府嘅協助或者授權嘅。點解啊？因為呢啲係外交嘅行為，特區自己唔可以做。乜嘢係司法互助啊？例如移交逃犯啦，例如移交復原人士啦。點解要移交復原人士咧？譬如有啲人香港人喺第度犯咗法，佢被定罪，咁要坐監5年、10年咁。喺呢個期間，如果佢喺嗰邊坐監咧，佢就得唔到，佢親人就探唔到佢啊咁樣。咁如果係大家都同意，三方面都同意嘅時候咧，可以將佢轉翻嚟香港咧服刑有餘嘅年期咁樣嘅。好似係裁決相互執行啦，呢個好似呢個司法文書送遞啦，好似係即係呢個證據取證啊，呢啲咁都係對司法互助嘅。仲有咧，有啲人成日都話政制發展係我哋自己香港嘅事啊，點解會中央要參與咧咁其實呢個權力咧係喺基本法説俾佢嘅。基本法附件1第7條同附件2第3條咧就話，2007年以後，如果行政長官嘅選舉辦法產生辦法需要修改，或者立法會嘅產生辦法需要修改嘅時候，就由行政長官咧提交一個方案咧，係要經立法會2/3嘅議員同意。行政長官嘅選舉辦法要得到人大常委會批准嘅權力嘅選係批准權力嘅決定。立法會嘅產生辦法咧就係備案。咁有啲人話備案之後我交俾你，你就要備案啦咁。但係其實備案咧係包括審查民事。如果喺審查嘅過程，佢認為呢個違反呢個基本法嘅話咧，咁就可以係備案嘅。呢個咧就喺個基本法嗰處咧好清楚咁寫出嚟嘅。仲有咧，基本法嘅解釋權係屬於人大常委會嘅。基本法嘅修改權咧係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嘅。咁當然個基本法嘅修改權係158條嗰度咧就講話，此法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咁呢一個係最清晰嘅講到呢樣。但係佢話，如果喺特區法院咧審判案件嘅時候，涉及自治範圍內嘅事咧，香港法院可以自己解釋。第3條咧，佢話，特區嘅法院咧，如果係審咁個案件咧，喺個終局判決之前啊，如果呢個基本法嘅條文係有對呢個案件嘅係有重要性，係佢涉及中央管嘅事或者中央同特區關係咧，咁特區法院係需要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然之後咧先至按照呢個法律解釋嚟判案咁但係呢個判決咧就唔影響以前嘅案件處理。換句話講咧，其實法律解釋係有幾個方式。第一個方式就係剛才講喺法院喺審理案件嘅時候，如果嗰個條文涉及中央管嘅事，或者係中央同特區關係，而呢個咧係有需要係佢對嗰個判決咧係有重要性嘅話咧，就必須要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第二，嗰個法庭咧喺涉及高度自治嘅問題嘅時候，可以自己解釋基本法。第3咧就話人大常委會咧係有權解釋基本法。咁佢點樣行使呢個權咧？第一個行政長官嘅責任咧係要監督基本法，要執行基本法。如果佢喺執行基本法嘅過程碰到啲問題，佢不能解決嘅時候咧，佢就要作個報告俾國務院，而國務院咧係有權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嘅。我哋直接唔可以提請。但係人大常委會咧，你提唔提請咧，佢都有嗰個權，因為第一句就話，此法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咁所以呢個點解有咁嘅權咧？因為亦都明白到兩地嘅制度係唔同，可能兩地對個法律解釋係唔一樣。咁嘅時候總係有爭議嘅時候咧，要有一個要講邊個有更高嘅權威去解釋基本法咧，所以就保留咗呢個法律解釋權咧，而到保證基本法係能夠正確得以實施嘅。法律解釋權係屬於全國人大嘅代表大會，即係常委會都唔得。
大家知道個唔同就係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年之後開1次會嘅啫，咁就所有2000幾差唔多2900幾人咧係都參加嘅。但係常委會咧就每一年開6次會，每2個月開1次。咁佢大約咧就係有1次70%幾人咧就出席。而每個條文咧要得到過半數通過咁佢係即係變咗一年可以有6次嘅機會咧，係嚟到處理嗰啲法律啊或者係決定啊咁樣。嗱，我哋講晒呢啲條文咧，就話中央就點樣體現呢個中央嘅權力啦。咁香港咧唔係一個獨立嘅實體，我哋同內地、澳門、台灣嘅同胞咧係有一個源遠流長嘅歷史。我哋大家都係中華民族，我哋共用一個語文，共同享一個文化。香港係國家嘅一部分，所以回歸嘅意思咧，就唔係只係話換一支旗、改一個名，而係國民身份嘅認受。我哋變咗中國公民立國，咁所以呢個咧係要經過一段深度歷程，係對國家民族嘅認同、對國民身份嘅認受嘅。